特區政府提出呢個規劃到提出研究，一直係香港特區政府要求呢件事。即係香港特區政府要求一地兩檢，並非香港人要求一地兩檢啦，係咪啊？司長，特區政府係響處理香港人嘅事務上邊提出呢一個嘅要求。你怎樣量化香港人係支持一地兩檢呢？請問陳議員，你俾阿司長答埋，我會盡量叫佢聚焦。香港人是否支持一地兩檢呢？其實我諗響今次自從7月25號公開呢個建議之後呢，大家呢係可以從唔同嘅渠道嚟2個星期你就覺得係緊就夠㗎啦。我冇你研究咗9年，但係我哋就用你哋特區政府就用2個星期嚟總結話香港人支持一地兩檢，呢個公道咩？所以我希望呢議會嘅各位議員呢可以平心靜氣，以事論事，就住呢個高鐵嗰個實質長遠嘅效益，俾香港一個機會，俾香港年青一代一個機會。我相信呢信心呢係唔係單方面嘅。我如果覺得在座嘅議員或者香港市民，如果佢係關心香港嘅，關心香港年青一代，我哋嘅建設好坦白，喺我呢度坐喺度嘅議員呢，10年、20年、30年後有幾多會喺度呢？但係我哋年青一代呢，啱啱係成長，需要一個發展嘅機會。